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》Podcast。又到咱小解语序的时间啊，请大家做伙来听看卖。咱今仔日来讲这字粒，会想要来讲这字，是因为拄好有一日在食暗的时，饭甲摆落，哪会遮重？佮斟酌甲煲，米心是煮有透，毋过就是敢若在煮饭的时，水下无够济款。我随时就闹一句讲，今仔日个饭哪会煮甲遮粒？大家佮继续放落，才知影迄日拄去买米，凡说是去买着旧米，后边要煮饭的时，水就爱佮加下挂，饭煮起来才会 Q。食着饭粒粒有哪有好处呢？佮加一个题目来含大家做伙科考。这字粒一般是摕来算细细仔的物件的组数词，像讲沙、米，毋过嘛无得较讲粒的拢真细。篮球嘛算粒，枕头、西瓜嘛算粒。总是，伫咱的生活里，用粒在算的有影是真济。搁一种粒，应该是人人拢袂介意，就是粒仔。生粒仔会烂，会发红，会浮人，会痛。较严重的人佫会发烧，这人人拢无爱。用过我囡仔时，若生粒仔，老母就会去共买迄乌乌的膏药仔转来互我搭。买转来的时，膏药仔是挂伫细细块仔的布面顶，佮甲布对凹。把膏药仔凹伫内面，迄黏黏乌乌的膏药仔，才袂膏甲四界拢是。要打进前，佮着爱用火甲膏药仔烘好烧，安尼较好拆。拆开就会当搭去粒仔顶，等甲粒仔头变软，也是膏药仔顶去啊，就会当拆开。若是还袂好，就佮爱搭一块新的。这拢我囡仔时的记忆啊。即马这个时代。凡说连膏药仔嘛无当买啊！粒嘛有甲软软的物件，用手订做家己要爱的形的意思，亲像讲粒土丸啊、粒土红啊、粒鸡母狗啊即款的。所摆，咱嘛会甲饲囝即件代志用粒来形容，咱甲请，咱甲教，咱甲惜命命，毋互伊行歪错。这嘛同款是要甲伊雕琢做咱要爱的形。若用粒来形容饲囡仔，有哪是甲伊斗搭啦。最后来一句连续剧的台词做咱的结尾。我辛辛苦苦甲你立到遮大汉，你竟然为着这个毋知倒位来的死查某鬼仔，要放杀你的爸仔母。天公伯啊，我哪会遮歹命啊？安尼。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阁来哦。